位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伫南投的中兴新村来开漆艺的课程，邀请阿公阿嬷来体验漆艺，动手来做画画头壳。 阿公阿嬷摕粗纸一直画作品，所以就看到花草，因为大家日头拢无共款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创作拢真特别。这也学到一些科学新知啊，这个对我来讲，这是人生的一个创举啊，那我很珍惜这个机会。漆器这个工艺做法真简单，互老大人直接体验漆地，同款能感受到漆艺不加趣味。这个动作很好啊，练习手指的力量啊，大概可以一些刺激你这些所有的功能，还不错。我们老人家就需要这样子做。台湾的工艺工程已经到第2阶段，即摆甲漆艺课程，因为来到中兴新村，鼓励士大人共同参与工艺创作，完成做好的会当早上起，互士大人拢感觉这个课程真心惜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！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！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